宜兰县流浪动物的领养率其实是无到三成，县府是来解释讲，其实无一定所有的狗仔甲猫仔拢适合领养，有一寡是写资料甲掩起来，就会搁放倒转去。也毋过有动保人士是认为讲，在公部门处理流浪动物的能力甲资源要是无够，应该得赶紧想办法来解决。 民众带大只领养的狗仔去动物部防疫所甲绑起来，因为烦恼狗仔一直生团，路里会有搁较侪流浪狗。无一直生团去啊，无照饲啊。不过，宜兰县流浪动物中度之家去互审计处指记讲，收养的狗仔、猫仔领养率无到三成，比全国总领养率较低，而且民众无按上要饲动物的量有增加的趋势。我们把这个 TNVR 的数量加到我们的母数去，所以造成我们的。 整个领养量大幅的下降。县府回应讲，并不是所有收养的狗仔、猫仔拢有适合领养。这几年大部分的狗仔、猫仔入来了后，该做疫苗甲绑起来了后，就会离开收容所。收养的数量，这狗仔、猫仔嘛有算在内。地区总数较侪，领养率看落较少。不过实际上，宜兰县领养率有甲8成。 每一只狗拢有关系，有动保人士认为讲收养的环境无好，是民众领养的意愿无悬的原因之一。应该先想办法，让民众愿意入来收容所，领养率才会提升。他们可以推动动保志工制度，然后让透过民间的动保志工，然后一起来辅助他们办理，比如说像 TNR 或是流浪动物认养。 动保人士建议，现阶段投入 TNVR 注疫苗甲绝育的量能，无法度解决偏向流浪动物的问题。中央应该予地方更较侪资源甲人力，地方政府嘛应该思考成立动保志工，增加志工的荣誉感，来补充短期内欠卡手的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